各位評判，大家好。今日我哋要同大家介紹我哋嘅作品，叫《時光電話亭》A Call to Remember。呢個作品係以安慰逝去嘅親人為目標。呢個作品融合咗人工智慧同埋情感關懷嘅創新科技，去希望能夠讓那些面對失去痛苦嘅人帶來一絲溫暖同埋慰藉。呢個程式核心功能就係非常簡單，但係充滿各種意義啦。使用者只需要將一啲親人生前嘅部分錄音輸入系統，透過 AI 技術就可以讓 AI 學習呢啲錄音裏面嘅聲線嘅特徵，進而模擬出親人嘅聲音可以讓使用者能夠同佢哋嘅對話。而呢種對話唔係簡單嘅音頻播放而係一種動態同埋互動體驗可以讓使用者彷彿可以再次聽到親人嘅聲音，同埋感受到佢哋嘅關懷。咁呢一項技術嘅設計初衷係嚟自我哋對人類情感嘅深刻理解啦。失去親人係一件非常痛苦嘅事情，呢種痛苦唔單止係來自於佢哋生活上面嘅依賴啦，更來自於聽唔到佢哋把聲咁嘅呢啲嘅缺失感。咁透過我哋嘅程式呢種嘅缺失感可以被稍微填補。當使用者與模擬嘅親人聲音對話嘅時候唔單止可以回憶起嗰啲珍貴嘅記憶，仲能夠感受到情感上嘅支持，進一步幫助佢哋走出呢個悲痛啦。咁我哋喺設計呢樣程式嘅時候都關注到兩個好重要嘅方面：隱私性同埋真實感。首先我哋確保所有輸入嘅錄音資料係受到保護嘅，只有使用者本人可以存取到相關嘅內容其次我哋採用嘅 AI 語音合成技術能夠使到個效果更加自然，能夠更加真實地還原親人嘅特徵從而帶嚟更有說服力嘅情感體驗。我哋相信呢項技術嘅實際應用價值係遠遠超出咗佢嘅呢個科學意義。佢可以俾一些心理患者可以更加好咁樣釋放自己心理嘅壓力，同埋喺佢哋嘅失落之中揾到一絲嘅慰藉。呢個產品並唔係希望患者會沉醉喺呢個數碼嘅過去，而係希望使用者可以透過呢個 product 去解決佢心中一直鬱悶嘅嗰個嘅失落感，尋找到一絲嘅慰藉。